里面了。哦，谢谢。加油！啊，哎，等我一下。哎，不好意思。哎。啊，对不起。我怕量尺寸啊。哎，你来这楼啊？对啊，他是来找我做衣服的好不好？我是来找3A 陈先生的。不是啊。我的。没想到那么帅来抓奸。啊？没事，你先请坐，我去拿表格给你填。你坐。不是。坐嘛，你坐嘛，你坐。坐嘛，你坐，坐啦。不是。坐啦，坐啊。没关系，第一次来总是比较紧张，交给我来处理。所以呢，你找到第三者了吗？我知道。你坐，像你们这种工作那么忙，一定常常不回家，所以才会这样。你做什么工作的？之前做警卫的。你看。根据我的经验，像你们这种工作繁忙，常常没有时间回家，老婆一定寂寞难耐的嘛。哎，这种 case 我们见很多了啦。我还没有结婚。没有结婚好。啊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没有结婚的话是有比较麻烦一点，因为如果没有结婚的话呢，你们只能算是男女朋友，这样只能算是劈腿，不能算是。姐夫。社长，这个客户有什么？什么客户？他就是我跟你说的 ，my brother-in-law， 未来的社长啊。对，你先把这交通把那给我缴了。不好意思。快点。走，到办公室里面去坐坐。待会儿呢，你就跟着我出去，见识见识。哇，跟了一早上，肚子饿死了。志飞啊，你们看前面有家很有名的面摊啊。我知道，你帮我带一碗去。好，帮你带。哇，我说你去面摊弄2碗面回来，你什么态度啊你？哎，志飞啊。哎，姐。先上线。哇。跟监呢？工作很重要，早餐你要吃啊。好吃吧？好喝。我跟你讲，这家店很有名，老店了。我跟你姐都在这家店吃了5、6年了。我爸吃的时候，你跟姐都还没交往。啊？真的？我跟你讲，别让你喝他那个豆浆。哎，你不要出现了！就这男的，他通常都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和这名陌生女子约会。哦，这可见的是经过深思熟虑。但是话讲回来，很多事情不能光看表面。但男子1次外遇，了活。哎，对我太太呢？你姐呢？是吧？哎，志飞啊，我跟你讲。身为我们这种专业的侦探要和记者、警察同样拥有庞大力量，就是装备要齐全啊！我跟你介绍，这是我给你上第一课啊，你仔细看，这基本配备相机啊，另外 DV 啊，这得带着啊，还有这是窃听器啊，窃听设备。另外，再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工欲善其事啊，必先利其器。这0.9，哎不。
timing 很重要啊。好，你真是个好老公哎，能嫁给你真的是太幸福了。哪里？哎，这张照片拍的真好哎，这是在哪里拍的？哦，这是我们那次去泰国玩拍的。哇，是几年前的事啊？我记不得了耶。是谁拍的？该不会是你女儿吧？哎，就我女儿拍的。真的？对啊，小就会拍照，好厉害。对啊，那个时候才不到5岁嘞。哇，拍的真好哎。姐夫，再见。黄小姐，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？嗯，那好。忙点，姐夫，那是你不认识他，他就是江湖上鼎鼎有名的盲太，唯一一个是能够不用眼睛，用心来开锁的人。可以的。黄大哥，刚舒服吗？好。别拍照了，好，不要啊，不要这，看着不要这，这个也不用遮嘛，来，打他，哇！不要挡，我就是要拍。师妹，准备冲了。啊有烫光光无？若无烫光光，就做白工啊！哎，老婆，王太太，你们在做什么？不是，我们要做什么？对，我们刚刚在帮我大哥做这个，你看对啊很漂亮吗？你们偷情还不够，你们还拿我的照片做法？不是，没有偷情，我是在布置。你看那边，对不对？墙上你不要再解释了。不是你这个狐狸精，不是狐狸精啊，谁是狐狸精啊？就是狐狸精。我不是你穿成好不这个样好？子，你不是狐狸精是什么？狐狸精是这样才叫狐狸精，好不好？我这样才不是狐狸精，王大哥，你帮我解释一下。不是你不要。我本来是想下个礼拜我们结婚20周年纪念日，我才带你来看这个结婚礼物的。谁知道你竟然找侦探室调查我？不，我们的侦探室啊，这个王先生，对，好啊，老婆，其实我一直知道你有个梦想，想开个插花工作室，但是我们原来那个家空间实在不够大，所以我就瞒着你买了这个房子，想说我们住这，旧房子呢就给你当插花工作室的。那你就只讲啊。不是啊，那你个性这么节俭，我跟你讲了，又怕你说我乱花钱。王大哥，结果，哎，王太太，我跟你讲，你老公真的对你非常好。你看，他把这些土地预售、买卖合约书都帮你准备好了，而且内容啊都写好了。来，你看一下，这么好的老公真的是很幸福。他把钥匙都帮你打好了，你看这房子啊，以后就是你的了。你要好好珍惜它，好好收下。有这么好的老公，真的是很幸福的事情哎。我不是一个很浪漫的人，嘴巴又笨，这20年来难为你了。老公，对不起。其实你一直对这个家比对自己好，谢谢你。现在换我对你好。你们这样的婚姻真的是太感人了，一定要
珍惜哦，好不好？王太太、王先生，不好意思，刚刚我有帮你们都把这一段从头到尾都录下来了。你们这对委托人跟我们其他的真的不一样，好浪漫啊！恭喜你们。那一巴掌我会剪掉。不好意思啦，说到那一巴掌，我误会你了，请你原谅我。没关系啦，王太太，哎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如果以后有需要买房子，或是你想要帮你先生也买一栋的话，都一定要来找我哦。这样我这一巴掌可就值得了。来，这位先生啊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如果有需要买房子，请一定要找我哦，好不好？哎，这边这位先生，如果需要买房子的，或是有朋友有需要，都可以找我哦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我带你来这边看一下房子哦。我跟你讲，这边的装潢算是最高级的。这个3房2厅，然后还有3个卫浴设备，真的是很棒。你看这建材，这个建材真的太棒、太高级了。来，干杯！辛苦了啊！干杯！谢谢社长。下子，哎呀，志代哥，我帮你剥。第一次跟着我办案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很不错哎，好像看了一场爱情电影一样，好美好。我们准备。听说你没有抓不到的钱。这样说是有